后来我来看台北的圆山饭店，已经封起来50档的东密道，今仔日正式开放参观。全长是67公尺，总共有84坎的石坎。这个设计是安尼弯弯弯弯，讲会当来撇开着追兵，搁会当来动庆忌，是当年专工为总统设计秘密通道。 封50年，67公尺长的圆山饭店东边密道头一摆公开。 圆山饭店的东密道设计是相当的曲折蜿蜒，因为当年这样的设计呢，可以有效的躲避追兵和子弹。尖尖的部分是主要是吸音的效果。那我们旁边看到这个是我们防爆灯，就是如果有遇到比较大的一个爆炸事件的时候，这个灯它是不会去危害到人体。 东密道是1970年甲西密道饭店的主体做伙设计甲规划，为了让当时的总统蒋介石拄到紧急状况的时，会使顺利逃生，这嘛是全世界唯有这款设计的饭店。出密道了后，别有洞天。 从密到桃里的时候必经的一个花园，然后这个花园就会到达基隆河畔，那里有这个水上飞机，就可以把宾客带逃离开这边到脚板山的地下指挥所。那各位看到我的左边啊，那个就是孔二的故宅。 伫楼怪客条中，踏入当年控制小姐较早大的厝，伊是宋美龄大姐，也是宋靄龄的查某囝，包括碰椅、桌啊、餐具等等的摆设，拢保留当年的气氛。新别面世一个掀开，嘛，互民众有这个机会去看到当年的情景。